美国总统Donald Trump 今日暗时9点半要随时演讲，伊人要到会场呢，伊先做一个动作，伊放2张相片，这是人工智慧产生的相片，表示伊将这个美国国旗插伫这个涂骹顶，这个所在就是 Greenland。Greenland 就是Donald Trump 非常要取得的国土啦。伊用这个相片表示这一定是会成功的。不过这个动作引起了大家倒弹，包括法国总统、加拿大的总理拢讲，你美国真正压霸。美国总统 Trump 经过6年，今仔日搁再亲身到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不过人拢也未到位 ，Trump 就先伫咧社群甲欧洲国家定位风。AI 生成的图 ，Trump 手提美国国旗，徛在伊后壁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佮有美国副总统范斯，三个人就徛伫咧吉林兰的领土，边仔牌仔佮清楚写2026吉林兰已经属于美国的领土。第2张 AI 生成图 ，Trump 坐伫咧白宫2型的办公室，英国首相史凯尔、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宏等欧洲领袖，拢乖乖咧听 Trump 报告。边仔说明用的牌仔，毋但是吉林兰，就连加拿大、佮有南美洲的委内瑞拉，拢正做美国的领土。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tha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for everybody. I think that we will work something out where NATO's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nd where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Trump 剑指吉林兰甘愿甲欧洲国家对立，那正目受伤挂乌林目镜的马克宏嘛，伫咧论坛甲 Trump 呛声。We do prefer respect to bullies. We do prefer science to plotism. And we do prefer rule of law to brutality. 加拿大总理卡尼嘛，伫咧无甲 Trump 点名的情形之下，呼吁世界特使当来行倒退。为了回应 Trump 透过增加关系，强迫欧洲支持美国夺出吉林兰，欧洲议会已经同意暂停批准一项伫咧2025年7月甲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The big fear I have with NATO is we spend tremendous amounts of money with NATO, and I know we'll come to their rescue, but I just really do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they'll come to ours. Trump 强调有美国才有北约，不过无正面回应，敢未为着控制吉林兰选择退出。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定调会将做美国甲欧洲之间的战场。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